人生係好短暫嘅，唔好俾人哋嘅框框框住自己咯。係啊，你想去探索就咩啊。Sarah 呂永恒10幾年前已經跳出框框，開咗倡導正向性教育嘅情趣用品店，希望帶人探索性。同埋我嘅身體係需要話為咗其他人嘅歡愉，就一定要去 perform 一啲嘢啦，同埋係覺得原來我都可以擁有屬於我嘅性咯。但亦因為咁，佢反而被定型，開始被別人嘅框框框住。可能我去講下其他嘢嘅時候，有啲身邊嘅人就會話好似唔係好 on brand 喎，有啲就話哇做乜無啦啦講呢啲嘢嘅咁啊，更加多係一啲即係其他人嘅聲音，或者我自己都有自己嘅一啲思想上嘅限制。最近一個工作坊活動，正正係佢跳出框框嘅一次嘗試，內容同性完全無關。我都係喺度 figure out 緊咯，係啊，我唔知啊，我覺得我係 on the journey of 嘗試將呢啲框框打破，去唔好限制咗自己只可以講乜嘢。